间已经差不多啊吼，大家好吼，真感谢今日吼，大家不管是来到现场，还是透过网络来参加这场演讲吼。我真荣幸来介绍今日的主讲人，台南成功大学的吴以瑞博士吼。吴博士是一位是英国阿斯福大学的博士吼，伊是一位研究医学史甲医学教育的专家吼。伊伫西湾2021年出版的英文册吼，Made by Million 吼，这是中文版吼，最近出版的吼。研究讲林宗义因发早期的台湾精神科医生吼，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吼，就是 WHO 的历史吼。互大家了解到讲台湾的精神科医生对世界精神医学的贡献吼。这本册出版了后，受到国际学界重视甲肯定吼。无偌久之前，这本册才摕到中央研究院2021年的人文甲社会科学学术专书奖。吴博士今日要演讲的主题吼，真趣味吼。伊毋哪要讲用台语来讲精神医学史吼，伊要同大家讲是安怎研究精神医学史吼，爱北台语啦吼。所以咱就用普话声来欢迎吴博士。感谢玉泉吼，玉泉是我真敬佩一个研究医学史的前辈，吼，个美清吼接受咱的邀请，做我的台单对象吼。好我是一个医学史的学者。3冬前呢，我对香港转来到台湾教册。我特别要感谢主委的邀请吼，伫后美所吼，伊是一个哲学家，嘛是一个伊的所作所为拢做运动性的吼。我第一遍我伫英国的时阵，拢伫街头见面吼，伊迄阵阁是 Amnesty International 的做代志。好，长期以来我拢伫国外咧教册做研究，用的语言拢是英文，出版的册嘛是英文吼。伫香港教册的时阵，官方的语言嘛是英文，用甲学生讲话拢是英文，但是要生活爱用广东话，所以我就开始学广东话。要转来进前的，应该是伫香港差不多3、4冬的时阵，我开始完全会晓用广东话，甲大家开讲吼买菜。但是我煞发现到讲我家己的台语已经生身啦吼，转来到台湾的时阵，我却无法度用台语甲我的亲人、甲我的朋友来讲话，所以这完全是学转来的吼。我特别要感谢美清吼，美清邀请我去师大用台语讲家己的研究，讲一遍吼，这是真好的训练。今仔日伫遮中研院吼，特别用讲这个题目，其实做有挑战的吼。这是安怎读医学史、精神医学史，爱来捌台语吼。对近在的悲伤歌讲起。先来讲，什么是创伤呢？吼，创伤，台湾人对这个名吼，这个名词应该是袂生分吼。甚至连流行歌内底拢有吼，这条歌其实可能伫线顶。应该做侪人应该袂生分，叫做《九国英雄》吼，是啥人唱的咧？这唱的人叫做贾雷吼，谢雷。但是这词曲是陈碧潭吼，伊是讲卖个这歌词内底有写讲，卖个想过去的创伤吼，个想无路用吼，对。这是伫。创伤是伫即卖的精神医学内底，即个范围足普通的一个表达，吼，嘛是一个诊断，吼 ，diagnosis 叫做诊断。但是咱敢了解，就是创伤是咧讲啥，伊的内容是啥物，甲即个表达对咱台湾人的意义是啥物，吼。其实伫诊断内底，这创伤有真精确即个定义啊，吼。但是咱等下才讲着，吼。其实咱对无共款的事件有无共款的理解，
讲到创伤，咱足侪人拢会想到，咱即个图上正面的，就是二八的创伤，吼对。但是创伤一开始伫医学内底有类似的即个表达的时阵，是对顶世纪，毋是顶世纪啊，已经是19世纪啊。要结束的时阵，这是伫英国吼，叫做 Railway Spine 吼，这是工业的革命。要结束的时阵，毋是要结束，就是产生的即个一个应该是一个产品啊吼。对，即个工人诶，咧做铁咧，伫遮做铁路的时阵，受伤吼，真正是受伤，伊的脚趾片连骨真正受伤吼，这叫 railway spine。甲咱人的神经的反应有关系，嘛无一定是真正爱受伤吼，对。中这吼，逐个人嘛袂讲做青分的，这是慰安妇吼。这个创伤是掺有性别的成分吼，这是当然是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暴力所造成的后果吼。这甲咱若对Freud 的精神分析吼 psychoanalysis 有认捌的，就知影讲 Freud 伊对创伤这个概念，拄伊开始发明的开始，一直到伊的这个理论的开始用。其实伊对这个定义改正过足侪解，吼，所以创伤对一个理论学家来讲，对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国家来讲，其实拢可能有无共款的意思，吼。对咱台湾来讲，28是创伤，白色恐怖是创伤，921是创伤，那拢是创伤，对。这我过来，这是我对。10当前呢，在新加坡驾车的时阵吼，就是有一个发生一件代志吼，这件代志就是311大地震吼，伫那个伫这福库西玛的大地震，就开始就有一个阮应该是老师吼，就开始组成一个团队，想要教学生什么叫做创伤吼所讨论的物件足侪吼，有心理、社会层面的影响，嘛互咱安怎看创伤事件内底是按伫历史内底是安怎展现的吼，甲创伤本身的意义是啥物？伫历史上敢有啥物改变吼？所以咱知影311内底有海啸要安怎讲是起家庭吼、地震、辐射吼，拢是拢是即个创伤的事件吼。这个创伤的事件是安怎对咱的人体、甲咱的心理产生这个冲击，对。COVID， 然后这个 Teach 311Teach 311这个 initiative， 然后就变做 Teach 311 and COVID， 因为咱差不多3-4年当前，佮经历一个足大的创伤的事件，就是 COVID-19 吼，所以这个到。这个 teaching initiative 即摆已经有所改变啦，安尼对。等来要讲，无，这个对。其实现代精神医学内面所讲的创伤，是对战争的经验开始的吼。若要讲，可能爱讲2点钟久吼，所以我即摆足紧的甲伊对讲煞吼，这个。甲战争有关系的创伤，对拿破仑的时代就开始有啊吼，但是迄阵毋是讲创伤，迄阵讲的是想厝啊吼，想厝叫做 nostalgia， 对。到美国内战的时阵，佫有另外一个名叫做 Soldier's Heart 吼。一直到第一遍的世界大战的时阵，即个名大家可能就较有熟悉的，就叫 shell shock。啥物叫 shell shock 呢？拄则咱讲伫用工业革命的时阵有 railway spine， 这有小可关系吼。这嘛是现代社会、现代文明所造成的这个环境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有关系。shelling 是迄当阵一个新型的武器吼。作战的方式对人体是有啥物的影响呢？吼，人会开始喘。面对这个 shelling 吼，这 shelling 是炮弹吼，会喘，身体会查起吼，无法度振动，目睭会瞪青吼，
啊，无张伫着看无，还是听无安尼吼，无法度讲话，这创伤对。但是咱今仔日所认捌的 trauma 吼，甲创伤有关系，诊断伫现代精神医学内底叫做 PTSD， 大家应该拢熟悉的，叫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这个诊断是越南战争了后结束了后，咱这个去遐去越南。去做兵的家属，阿兵哥因的家属，为着要替因去申请这个保险，吼，所以甲美国政府、甲美国的专业团体去 lobby 去游说，去做出来一个结果，就是有这个诊断，才有法度去治疗，才有法度去申请钱来治疗，吼。这是一本。正评这青色的封面的这本册是英国一个历史学家，伊嘛是一个心理学家，叫 Edgar Jones， 甲 Simon Wesley 吼，伊捌是英国的皇家精神医学院的院长吼，因合作写一本册叫做《Shell Shock to PTSD》，内底讲到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就是讲咱。那会即马有法度？即马这咱应该是讲战争对咱人的记忆、咱的想法、咱的意识产生一款改变吼。其中有一个足重要的因素，就是两边的世界大战中出现着即个电影、看电影即个电影文化的普遍。所以咱即马咱回想代志的时阵，那就看到一个影共款吼。所以是真正是咱的想法是有法度，咱的意识、咱的 conscious 吼，还是 unconscious， 伊无讲吼，是受到真正现代的即个文明内底的即 artifact 对咱的产生影响的结果。好，转来看亚洲吼，咱知影上早西化，伫亚洲上早西化的国家是日本吼。咱日本甲台湾是共款的吼，拢是充满天灾，战争的经验嘛是袂少吼。但是日本的社会是安怎来看伊家己所有可能经历过的创伤咧吼？咱可能会做失望的吼，因为因其实无啥物讨论吼。就算因伫过去100年内底嘛，发生过足侪遍的地动吼、风灾吼，拍过足侪场的战争，因拢无啥讨论吼，是啥物原因咧？甲因国家的状态有关系吼。已经有几个历史学家做过足趣味的研究吼，像即个 Janice Matsumura， 伊是伫加拿大教册一个历史学家，伊强调的是讲甲即个 trauma 有关系，即个应该是伫日本二战了后，其实找无到啥物 trauma 有关系的诊断。为虾米呢？因为日本完全即摆还伫军国主义下面，吼，所以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的精神科医生，其实袂讲真正诊断家己的病人，即个阿兵哥有 trauma， 因为咱即摆强调的是讲人爱勇敢吼，咱面对即个创伤的事件的时阵，其实咱无鼓励有即个会惊吓即个反应，吼。但是安尼讲真奇怪，因为1923年的时阵，日本嘛经过一个大地震吼，伫关东地区的大地震，咱其实拢足熟的吼。但是迄阵日本的即个国家咧，面对天灾的反应是啥物呢？是马上的进入到一个应该要来讲一个状态，叫做辛苦振兴吼，这个振兴吼，内底有强调啥物物件？爱做都市的计划吼。即马咱看东京即个都市内底，遮尔侪树啊吼，绿化吼，这是为着要改善东京人的心理的状态所做的即个绿化吼。还有囡仔的教育吼，这个辛苦就是做这代志的。但是因拢无直接讲人的心理有发展啥物款的创伤啦吼。上正平即个学者叫做 Hisao Nakai 吼，伊最近才过身尔吼。
伊其实是我等下要讲的即个林宗义医生伊的学弟吼，伊东京大学的学弟吼。伊有提出一个检讨，伊讲呢，伫1995年的时阵吼，日本有另外一个大地震，就是可悲神户的一个大地震，对迄时开始，伫日本的精神医学内底，对人开始有较侪有关，甲创伤有关系的诊断，才开始出现吼。是安那呢？伊的理解是，对迄时开始受到军国教育的精神科医生，才开始，即马开始慢慢已经无啊，吼。所以这是伊的解说吼，对。嘛是对迄时开始，规个日本的精神科，才对创伤即个心理的问题有所检讨。吼，好，即马来要讲一件代志吼。咱台湾诶，这台语吼，即马开始讲台语吼。台语甲医学有啥物关系呢？其实我咧上课的时阵吼，我伫成大内底嘛，甲其他的老师开一个课叫台语讲医病吼。我要强调一件代志，就是讲，你若拄着啥物状态、啥物物件，你无法度真正用台语讲的时阵，其实是无要紧的吼。我想过大家毋知敢会记得即个笑话吼，叫做有一个小明吼问伊阿嬷讲，阿嬷长颈鹿的台语要哪讲？阿嬷甲伊讲，着长颈鹿啊，无是啥物。吼，即马咱拢知影讲长颈鹿叫麒麟鹿啊，但是麒麟鹿啊，毋是足侪人拢熟悉一款物种吼。咱讲长颈鹿也是大家上熟悉，吼上会晓讲吼。共款即个。皮卡丘吼，皮卡丘为啥有即个皮卡丘即个红仔伫遮呢？就是伊拄啊出来的时阵，伫电视顶面吼，伊的这个闪光会造成囡仔的一个状态吼。这个阳痫吼，阳痫是啥物物件呢？就是羊癫疯吼，癫痫。其实足侪伫病院内底，你嘛袂听讲足侪人讲阳痫啊吼，但癫痫，大家拢捌。所以伫即个 context 内底，我是感觉我的学生若伊袂晓讲阳痫，伊袂晓讲麒麟鹿啊，我拢讲无，我感觉袂要紧吼，因为其实这拢是台湾人现代性的经验。啥物是现代性？就是咱传统的社会进入到现代化的社会的时阵，咱人伫情绪顶面，伫咱的态度顶面、想法顶面，甲即个经验，即马所经历的经验产生即个冲突表现吼。所以咱袂晓讲即个台语拢其实是袂要紧吼。好，过来嘛是台语甲现代医学的关系吼。好，这台湾台语甲现代医学，啥物时阵开始发生关系吼？1860年代吼，有一个英国，伊其是 Scotland 苏格兰的医生马雅各来到台湾的时阵，进行医疗传教。伊嘛是一个足爱旅行的人吼。1865年的时阵，伊伫台南设立传教总部，开始推出白话文。这相片呢，我啉一喙水。1870年代，伊甲一个足出名的摄影师叫做 John Thompson， 世界伫台湾旅行。而且 John Thompson 的翕个相，拢伫英国 Wellcome Collection 即个博物馆内底有收藏。这相片，其实咱来看这相片collection 的时阵，咱都看袂到后壁的这个 caption。但是我伫对看到这后壁的 caption 呢，因为我2007年到2008年的时阵伫英国读册，我定会去蓝大笔，就是中华病院的创立者后生细汉的蓝医生引导去看伊的老相片，吼。真内底有即两张相吼，即两张相后壁有写咧，这是一个 missionary en route 吼 ，missionary en route 有写人甲因做伙去
替因担物件的人，一个人叫做阿狗，一个人叫做平头吼。用台语或者是用白话文写的吼，所以可见的迄当时就是白话文已经是用来沟通，会使写出来一个工具安尼，吼。所以这真趣味，甲大家介绍一下。过来，府城教会报，这是1885年甘威林牧师所创立的，内容咧足丰富的。啊，其实嘛开始有咧讲公共卫生还是医学的问题。啊，亲像这还未到20世纪的时阵，是1897年的时阵，这高天树吼，伊伫教会报顶面写一个论文，叫做《论瘟疫的书》吼。高天树是府城教会长老，叫做马雅各伊的助手啦吼，伊伫新老病院做助手，啊后来就家己开业吼，啊即个伫台南即个。即个开业的所在叫做仁和堂吼。啊，高天树咧，高天树是高尧的后生啊，但是伊本身就无做医生吼，因为伊认为讲，真正要做一个医生，爱去接受更较专业的训练，所以因老爸是接受马雅各的训练，变做一个医生，但是高天树伊就无吼，伊变做一个开药房的西药师吼。啊，1894年的时阵，吼 ，bubonic plague 吼，鼠疫啊，台语有人讲是鸟鼠仔症吼，伫香港爆发的时阵，无久就传到台湾来。啊，其实咱爱了解吼，就是咱殖民时代对日本开始统治台湾到结束离开台湾的时阵，咱所有这几十冬内底吼，拢有一个病吼 ，bubonic plague 拢要只足严重的吼。好，啊，这高天树咧，伫即个报纸顶面就写即个代志吼。面对即个鸟鼠仔症，咱爱安怎咧吼？伊是用即个白话文去写出来吼，就是用罗马字着清气上吼，就是强调咱身体爱清洁，着用解毒的药吼，解毒的药啊，着爱食药啊，啊，个爱着这是啥物？食，这是食。爱食饱，爱穿好烧，吼，爱找啥物？爱做工毋通过头，吼，困眠的爱足无足眠，毋通无足眠，吼，对，这是即公共，即马咱讲是公共卫生的，咱用现代话语来讲，这是一个 health promotion 的一份资料，吼，对，这是。咱用台语的罗马字，医药的专业甲一般的民众沟通的方式的第一手的资料。好，20世纪的早期甲中小的台湾嘛，受到另外一个病困扰吼，这个病大家即马应该嘛是足熟的，但是台湾已经无啊，叫做马拉利亚吼。伫医学的资料内面，这马拉利亚是用卡纳来表述的，还是伫。啊对，这嘿，但是伫民间呢是讲是肝热病吼，是肝热病。啊，甲1910年到伫这个府城教会报内底有一个报告叫做《肝热论》，就是马雅各医生伊家己写的吼。伊目的是甲民众来解说原本这个专业的医学专业对这个病的想法是啥吼。即摆是较细吼，伫线顶可能逐个人爱较斟酌看的吼。就是因认为讲是开始即个病可能是无清气的土地生出来的吼，就是张力之气 （miasma theory） 吼。所以这是一个医生，伊就是一个医学的专业的人士，嘛是甲一般的人沟通来解说即个病理的一篇文章吼，足趣味的啊。伊甲用即个即个白话文，用即个罗马字甲民众解说病的原理，甲政策、甲卫生政策的写法有真大的差别吼。这是医疗史内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社会史的一部分吼。这无讲到吼，啊，过来
就是讲是安怎要讲马拉利亚咧？就是讲因为这甲精神病其实嘛有关系啦吼。因为即马咱可能对马拉利亚拢无印象啊吼，伫台湾已经无啊吼。伫1965年开始，台湾已经 WHO 就讲咱台湾无马拉利亚吼。但早期的马拉利亚嘛会得精神病吼，会起效吼，这叫马拉利亚 psychosis 吼。所以咱看这倒边这个图，这是纳卡马茨穆拉，伊是台湾第一个精神科的教授，叫做库勒修索，伊的助手吼，伊所写的，伊伫家人开设台湾第一间的即个精神病院吼，对，好，过来重点吼，就是1935年的时阵吼，这是伫4月21号，伫台湾发生。日本时代可能是上惨的一个地震吼，这地震足侪名的吼，有人叫关渡山地震吼、后里大地震、清水大地震吼、敦纳卡大地震，足侪名的吼，有3000几个人死，超过1万人着伤。市民政府伫这个地震结束了后，就设立一个震灾地复兴委员会逐个人若对今年台湾发生什么代志，有个人真正会，就是讲什么代志上重要。10月的时阵，咱有一个史前40周年纪念台湾的博览会吼，真内底就是震灾这个代志嘛是这个展览的内底一个足重点的代志吼。好，咱这个地动生啥款的吼？这2张相片是伫中央研究院内底抄出来吼，伫台史所的档案内底，这是杨调家伊所翕的吼。伊是清水人所以伊嘛是一个，伊嘛足有钱的啦。伊本身有机器吼，伊早即个摄影机的世界伫遐翕相。这是倒边，这是红十字会的人咧做咧进行救助的时阵翕到的吼。正边这是台中的病院吼。重点是吼，台北迄阵帝国大学的精神科针对地震受灾地区的人开始有做调查。迄阵是精神科的调查，这个工作已经比手啊。1942年。这台北的帝国大学，因对伫台湾医学杂志顶面发表伊的统计的结果，带头的叫做纳卡修索吼，迄阵时的工作教授。咱台湾人会发生有啥物款的镜头呢？因为即个其实伫台湾吼，咱若要读台湾的医学史，其实爱了解足侪无共款的语言的，就是咱外文吼，咱第一个上爱捌的是。德文吼，这镜头嘛是用德文写的吼，写为偌侪镜头咧。第一个食袂落，吼，这叫做就是 loss of appetite 吼。过来失去记忆吼。第三个 first top form 这个是闭结吼。过来面盲吼 traum 头晕吼，这 spindle， 再来 Kopfschmerz 头痛，过来。听觉的敏感，过来让人会喘吼，过来咱会有耳鸣叫做耳孔吼吼，过来 nausea 咱冰白会想要吐吼，这是咱统计出来的结果。这篇论文是地动结束7档了后才发表的研究结果吼。其实足奇怪，那过了7档了后才发表咧。其实我我有做侪想法，其中一个是因伫战争的期间，想要建立这个有甲南方的医学、甲热带的这个医学有关系理论吼。对，这篇论文足趣味的所在，就是伊其实引用的所有的资料，拢无对日本的地动有关系的研究做引用出来，无吼。我咧怀疑一件代志，就是因1923年的时阵嘛，经过这个关东大地动，但是因敢有做过啥物研究呢？我认为是有，但是乃伫遮看无，我嘛毋知吼。
所以，但是我拄则有讲过啊，就是因迄阵是军国军国主义的时阵，可能国家嘛无鼓励家己的医生和专业学术界去做即款的研究吼。好，啊，即份报告内底有一个足趣味的镜头，叫做 Emotions Le Monde 吼，这是德文吼。伫日文叫做感托麻痹吼。感动麻痹吼，这是一个德国的精神科医生吼，叫做 Evan Beltz 所体会出来的，伊描写出来。啊，这个 Emotions Le Monde 是这个德国的医生，伊伫应该是20世纪初踮伫东京咧。经历一个地动的时阵，但是毋是关东迄个哦吼，伊体会到，伊回想，就是伊头一遍去经历到地动的时阵，回想伊伫德国的时阵有一个经验，就是迄个思考是卡的，吼，情绪无法度表达出来迄款的状况吼，对。啊，这个 Evan Beltz 呢，是一个做爱浸温泉的医生吼。啊，伊嘛是东京的德国大学医学部设立足重要一个角色吼。好，啊，这篇论文内底讲到这个镜头意义是啥物呢？因讲其实台湾人出现的镜头真少是心因性的吼，大部分是神经性的。吼，这是因为台湾是伫热带的关系，所以台湾人民的植物性吼，植物性的神经系统，植物性神经系统，就是咱即马讲的自主神经系统吼，受到气候的影响。啊，即款的结论当然是受到这热带医学吼，这神经退化论的影响啦吼，对。但是台湾人，咱真正是无感动、无想法、无情绪呢？毋是，吼，对，这。即马要讲的这个就是近在悲伤歌，等下美清老师可能会补充更较济吼。这是歌位师是马凯博士的竞赛吼，伊伫牛津学堂吼，牛津学堂 Oxford College 毕业的，啊，伊伫嘉义县做代志。啊，伊发表这篇文章的杂志叫做《挂菜记》吼。挂菜记是淡水中学的英文老师叫陈清中伊所办的吼，伊是日本的同志社大学毕业的校友吼，啊，伊是相信爱教育社会大众吼，爱透过办大众的刊物来甲这个大众做这个启明吼。啊，原本挂菜记是属于台湾北部的一个教会的刊物，一个杂志，但是后来就变做府城教会部的一部分。啊，伫这近在发生的这当时呢，挂菜记已经是府城教会部的一部分，是伊的副刊的意思对。咱会使来读看卖吼，对。6字的，咱看6字的工作完毕，无事安眠到家啼。1535年4月21日早起，其实美清老师已经规篇拢印出来吼，啊，等下有兴趣的话，会使做会读吼。但是我要甲我的这个 slide 讲好了，所以我无要甲所有的这个内容拢讲完吼。啊，这个7字仔的表达，形容事实的部分较济吼。其实嘛有写着家己对这个。就是这近在发生了后的体会吼。去共一份报纸的无共款的 section 内底，会看到足侪人写无共款的作品。哇，这密密麻麻。这我所要讲的是倒手边吼，这个人叫做吴天明吼，伊所写的近在中的教师吼，伊本身伊嘛是淡水中学的校友。啊，地震发生的时阵，伊伫台湾神学院教册，所以因内底所写的，除了有地震发生的同时吼，伊的感受之外，嘛有较深的赞处，较
哲学的思考。我遮无法度 zoom in 吼，无法度 zoom in 就无法度读啊，不要紧。吼，就是讲有诶代志是咱人无法度做诶，是神爱较有形而上的即款的思考，吼，内底是安尼写的。所以其实咱拄则看诶，就是日本人对台湾人诶病人做调查诶时阵，拢是咱可能讲是较客观上所描写、所观察出来诶镜头，但是真内底描写咱看袂到台湾人会体会台湾人诶声音，但是伫即个共一个时间，已经有咱台湾人用家己诶方式表达出对即个地方诶感受，吼，这是我所要强调诶。对，过来，迄当阵嘛，毋若是只有教会诶人士写台语尔，毋若是因吼。即份资料是30年代诶，为着公共卫生诶事工所编辑诶课本吼。这是教警察安怎甲民众来对话，来宣传政府诶卫生诶政策。即本课本吼诶内底有台文甲日文，若是有台文，就台文写了后面就有日文。伫台文呢边仔就用卡那写出来，就是这要安怎念啦吼，就是咱教警察要安怎念，安怎甲民众安怎传讲公共卫生诶政策。譬如讲，即篇是马拉利亚控制，自1912年开始。日本人台湾人就开始对日本人伫台湾咧做诶即个公共卫生演习来预防即个马拉利亚已经做熟手啊像我用即个种红色诶箍仔箍起来，即正鱼啊正鱼这是啥物？就是要来捡台湾诶花样本来做试验伊就讲。这咱会使读看卖吼，就是讲因为这字较大吼，咱色素来，色素若互伊传染，就定会去啥物？伊着会着不时食药，食到身躯内底无病毒才好吼，所以。若对恁生生吼，就是医生，生生就是医生。若对恁种鱼仔减血，爱试验，就互伊试验。即个互伊我感觉足趣味的吼。即个字甲广东话内底诶，白雷给你的那个白吼，是同一个字吼。就互伊试验，若有病痛，大生，即医生其实是大生食药啊，病就无去。伫歌厅，啥物年真济所费，就是安尼，这是若对咱种鱼啊，咱着爱互伊试验，着爱互伊试验。所以呢，台湾人已经对20世纪的一开始，就对这个代志做熟手啊。咱台湾人伫1065年 ，WHO 已经互咱一个 certificate， 就是 malaria free 这是伫 WHO 内底档案内底抄出来诶相片真可惜，正边规本诶相片，即马因为台湾已经毋是 WHO 诶一部分啊，所以规本即个相片即马拢有一个档案夹内底伊讲这是法文法文下面讲 not for distribution 你袂使去分互别人看安尼对，好。所以，过来，嘛是日本人，安怎写台语呢？这个人其实，魏全老师伊作成伊10几年前就发表一篇文章叫做《消息的愤怒》这是帝国大学的心理学家叫做Fujisawa Shigeru伊对台湾原住民的情绪反应一个偏见造成伊做一个试验失败安尼这份杂志咧是总督府的是产局的刊物，伫昭和13年的时阵，1938年，即个心理学家透过对
台湾人靠梦的时阵的观察，记录咱台湾人伫咧做丧事的时阵内面会发现的情绪，甲行为的特性，伊咧记录台湾人是安怎靠梦的时阵，咱看伊边啊嘛是用卡拿去记录，就是台语内底，心肝外庙，这要哪讲出来？就是对，做这嘛是用卡拿去记录的。后来咧，咱台湾有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叫做林宪，伊嘛有类似的观察，伊嘛是用伊真正是用民族志较人类学迄款的方式对比日本人甲台湾人面对这个一件代志的时阵的情绪反应。因讲台湾人是 acting out， 日本人是 acting in， 这甲这份资料其实有淡薄仔相像，好，过来，咱要讲伫咱台北帝国大学内底精神科的病历的记录，嘛真正会感谢林宪老教授，伊过世进前就甲即个伊收藏的病历关乎中央研究院啊，即马伫咱的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室内底拢超有，这是即个精神科的病历的记录。这病历是谁写的？就是林宗义，林宗义毋是台湾第一个读医生，但是应该是台湾伫精神医学界上重要，徛伫较重要位处的一个学者。伊1941年到1945年，拢伫东京读册。伫对实习呢？伫库洛萨瓦病院黑泽病院，伊个老师叫做内村佑之，Uchimura Yushi，伊对伊学精神医学。而且Uchimura Yushi上出名的是，伊伫北海道做民族精神医学的观察甲调查，所以林宗义伫台湾来战后做的精神病调查，利用就是殖民时代日本人伫台湾所建立出来方法，加即个Uchimura伊的方法，所以对台湾的汉民族甲原住民族的社会做精神病调查，然后这个调查就互 WHO 来注意到安尼，所以你看这林宗义开始，这是伊伫1945年到47年中所写的病历，足侪是用罗马字所写出来的。其实咱若爱读台湾的精神医学，咱爱读日文、德文、华文、英文，这是另外一个台湾罗马字一定爱捌，咱会使看这份资料顶面有写啥，这个是一个即马无业的一个查某囡仔，伊9岁的时阵，就送互人做新妇啊，16岁的时阵，去做车长，开始有车长这个职业啊，过来结婚，生活无规则，开始困得袂落面，等，好，过来看另外一个，这嘛是安尼战后其实战前就是台湾这个帝国大学的病历是用日文甲德文来记录的，战后开始用英文甲汉文来记录，但是拄着年份改做民国已经用共一份的病历纸，但是迄年份本来是明治，即摆变民国因这医生拢改这个名字划掉，改做民国。若要记录的时阵，爱较接近病人家己的表达的时阵，就开始用特别是林宗义医师，伊用台语罗马字来写，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正病，咱会看到一个想要自杀，就有人会甲一只鸟仔甲伊讲，我要你叫伊去死，伊要讲伊要来去死安尼，对。好，但是这更较趣味的是啥物？伫1947年的时阵，咱会发现到林宗义医师伊咧记录一寡病历的时阵，转去用日文甲德文写，特别是这甲二二八事件有关系的这个病历记录，所以这大部分的诊断是 psychoneurosis，
psychoneurosis 吼，大家爱注意，这毋是 trauma 吼，毋是创伤吼，因为迄阵时的创伤的定义是你真正身体爱受伤吼，这是创伤，但是这是 psychoneurosis 吼啊，这是一个伫咱的病历内底足罕见的这个记录啊。是安尼讲的是伊个事件的本身吼，咱来看伊个现病历，咱的现病历伊有一个推定的原因吼，伊有个推定的原因是啥物？伊的写是228事件的恐怖吼，所以这是足罕见的事件本身，就伊互伊解释做精神病的病因安尼。好，但是咱即马所捌的 PTSD 吼，标准是当时才有的呢，是1970年代吼，越南的战争了后结束了后，才开始。我拄则讲过，是即个家属阿兵哥的家属去罗比出来，结果是为着被即个阿兵哥去受到合理的治疗甲赔偿吼。啊，咱看即个拄啊开始的即个 criterion A diagnosis， 这叫做 diagnostic criteria 诊断标准吼。这诊断标准真趣味吼，这 essential feature 就是 characteristic symptoms following a psychologically distressing event。过来，这上重要 ，that is outside the range of usual human experience。这是啥物意思？这其实啥物叫做 outside of the range of usually human experience？ 到底是啥个标准叫做 usual human experience？ 所以其实这个 criteria 足主观的。吼，足主观的，转去看，这嘛是足主观的，就是这个精神科，这个诊断的诊断者，就是临床的医生，伊主观认为，吼，这228事件是可能是这个这人破病的主因，吼，对。好，过来看病历内底，当然啦，我要讲的是，即马咱的 PTSD 的认定的标准已经甲这无共款啦，吼，已经几啊版本啊，所以已经较用客观的方式来去写。好，咱来看其他的病历的记录，即个医生叫做陈竹忠，吼，伊是临床医的学生，吼，伊用的就是足明显的是华语，吼，但是内底嘛掺有日文的表达，嘛有台语的表达，你看这。日文吼顺调顺足吼，这是日文啊。正边这个人经历是心中跳紧吼，这是台语吼。所以咱伫这个病历内底，拢会发现到足侪无共款、足真复杂的这款表达。好，过来这较趣味，临床医伫台湾做研究，这份是1958年发表伫The British Journal of Delinquency 犯罪学的杂志顶面。伊伫台湾去发现到讲，即两款无共款的人，青少年的犯罪吼，太保甲流氓吼，但是伊是通用拼音去写的，所以这流氓伊伫即发表的时阵是讲流氓吼。即流氓是啥的？就是咱台湾伊讲已经是一个 established expression in Taiwan， 所以伫台湾已经自早就存在这款表达。伫小城市还是乡村内底，咱所看到罗汉卡因组织伫直接伊用英文写是 vagrant 哈，就是流浪者哈，甲 law breaker 对 vagrant law breaker。像是太保咧，太保是 newly coined 的新的一个名词，是台湾是一个新的一个经验。大部分是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 吼，就是无讲，就是外省的族群，拄啊移民过来台湾咧。因伫台湾伫街条成群结队安尼吼，是一阵 attention seeking 吼伫对组织的伫电影院啊，伫咖啡厅吼，伫这 ping pong houses 吼 ，billiard clubs and park 吼对临床医生来讲吼，即寡人的流氓就是像日本的亚祖卡共款，亚祖卡就是这。即马咱所识，就是暴力团吼就是但是这太保呢，就是 mobile 加 moga， 啥物 mobile 呢 ？modern boys 加 modern girl 吼，对，伊的解释是安尼吼。好，所以这是临床医对台湾
青少年犯罪的观察。过来要讲到国际标准吼，拄则是甲文化较有关系一寡观察，但是咱国际标准，包括咱即马所识的PTSD 的标准诊断，应该是国际所 ratify 的诊断标准是安怎来的吼？我真紧特别甲即本册2秒钟甲伊讲了吼，这是第二遍的世界大战了后，咱人类面临咱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恢复咱正常的需要。所以精神医学的专家认为，咱应该要有一个国际标准，会使诊断咱人类可能会发展出来的精神病即个一个黄金标准啊吼。所以WHO 邀请去做即个计划的主持人，就是林宗义医师吼。伊少年的时阵，伊思考真济甲文化上有关系的问题，包括伊家己的姓吼。伊伫学校的时阵，伊定定咧问家己，伊的林到底是林还是海亚氏吼？因老爸叫做林木生吼。因老爸咧发表伊论文的时阵，伊用的名嘛是叫做林木生，是台语哦，是台语。即个中间呢，伊互 WHO 邀请去日内瓦 Geneva 去做 WHO 的顾问吼。伫1950年代中期，一直到60年代中期的时阵，伊就定定无伫台湾啊，渐渐变做一个世界人吼，世界人。对，但是这个过程中间，我感觉足趣味的，就是伊对家己的文化的认同，却伫这个过程内底，点点家己扛起来安尼。这是伊伫1964年伫 WHO 提出的10年社会精神医学的计划吼。我伫我的册内底就写 A 甲 B，B 就是一个计划，是想要问。即马咱台湾人所知的思觉失调症吼，以早叫做精神分裂病吼，精神分裂病，敢是全世界看起来拢相像？吼，这伊要问的是即个代志。若相像，实数若相像吼，用这个教会本内底写来讲，实数若相像的话，咱就来教咱全世界的精神病来做一个分类吼，做一个 classification。这就是 A 计划吼。林宗义伫伊的传记内底咧讲，这是打带跑吼，打带跑的做法吼，就是我咧卡这个棒球的时阵吼，我球棒安尼挥出去，毋知影这个球落伫地的时阵就开始走吼。好，这是我感觉伊对伊的老师学过来吼。伊老师有西姆拉其实是足出名的棒球教练吼，对，伊写过这个册叫《America 野球物语》，对。足趣味的就是这个计划内底面临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才是专家 ？WHO 伫世界上找会使代表当地文化的专家。咱替 WHO 的计划会使增加因的讨论吼，因的内容的丰富度。所以这是一个 seminar 内底吼，有一个专家来讲，这是伫 McGill 这 seminar 吼。这 Henry Murphy 就讲，我无认为讲即摆的调查是有够吼，咱可能爱做较侪调查才知影讲，全世界这个精神分裂病吼，就是思觉失调症吼，咁其实吼，全世界看起来拢共款。但是林宗义伊的讲法是安尼，我认为文化差异毋是上重要的问题，毋是咱所想的遮大吼。伫我看，精神科医生的教育甲训练背景，比起文化的差异，更较重要的。所以，伊所认为的专家，就是我爱经过西方的精神医学的训练，所以伊是专家。这是伫我的册内底所写的，就是讲伊这过程中间，原本
伊是 WHO 所想的，伊会使代表什么文化？伊代表是中国文化，因为这一个荒谬的规定，就是台湾迄阵时是代表中国，吼。林宗义是代表中国文化，但是伊家己认为讲，我是一个专家，是因为我受过西方的精神医学的训练，吼。所以伫即个计划内底，吼，即个计划内底有一部分就是爱所有的参加即个计划的精神科医生去访问家己所诊断出来的精神分裂病 schizophrenia 的病人，甲即个访问的过程录影，做即个文字的记录，即个记录则个甲伊变做文字，即个文字则甲伊变做 coding 吼。012安尼，去算出来，去算讲，即寡专家所观察到的镜头，几个是上明显的、上主要的，这就是 schizophrenia 上明显的镜头安尼。即个工具有经过两遍的翻译，吼，翻译会真做无共款诶，这个语言了后，再翻译变英文的时阵，即个工具 interview tool 伫日内瓦，才互人认为讲，这是一个 valid tool 安尼，吼。但真趣味啦，即个计划用的拢是英文，吼，拢是英文。其实伫日内瓦咧开会的时阵，一开始甚至有用过一款语言叫做 interlingua， 吼，这是一个，而且可能美亲对这个真正有了解吼，因为研究是日本时代台湾人的 Esperanto 吼，就是这个 interlingua 嘛是一种的国际语言吼，这种人工语言吼，对。但是这个计划然后就是林宗义一个人决定讲我要用英语，就是用英语啊吼。伫这个 interview 的设计过程中间吼，真济甲文化有关系敏感的。表达拢互人拢互人抹掉啊吼，就是那 God 吼，你袂使问美国人吼，你敢信神吼？这是一个事实吼，这毋是一个幻觉对啊吼，你袂使问法国人你啉酒啉安怎吼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讲，这份interview tool 其实是有本地想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但是这中间过程中间文化都无去啊，安尼所以伫台湾其实足趣味的，就是咱台湾的医生吼，林宪哦，伊是林中医学生，伊捌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咱敢毋免发展家己的诊断系统吼，伊问过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嘛是，伊是伫美国读过人类学精神科医师，伊讲台湾正在变做国际标准的加工出口区吼，这甲台湾的国情是共款的吼，咱替做侪物件做 OEM 吼，对。所以文化伫倒位，伫即个计划中就无去啊，安尼。更较趣味的一件代志是林宗义，伊伫即个计划也未结束的时阵，就离开瑞士啊，吼，伊到伫密西根，上早是到伫密西根，然后伫Vancouver 伫加拿大的 Vancouver 2009年伫遐过身。伊伫90年代的时阵捌转来过台湾，因为伊90年代台湾戒严以后，伊转来到台湾，想要做的一件代志是要来解决228即个创伤的代志。但是伫即个会场吼，甲大众讲话的时阵吼，甲会众这是教会吼。伊一半的时间拢咧哭，伊讲袂出来。伊家己一手所创立的，手插入去要，就是做出来即个诊断标准内底有创伤即个代志，伊根本无法度用这来面对伊家己的创伤，也是即个创伤的诊断嘛，对伊所面对的即群会众有帮助。有任何的帮助，因为这 criteria 诊断的 criteria 是无相像的吼，所以伊讲要根本来解决28悲剧的计划内底有即几个吼，
来做官方的报告，去做纪念馆、做博物馆，对受害者爱道歉、爱赔偿，28每一年的28爱做和平纪念日，等等等等，这手段拢毋是医学，拢毋是医学。所以即摆已经要一点钟久啊！我得讲，这林宗义咧，这是伊家己讲伊的成长甲伊的发展，伊人生的发展，就是伊伫个传记内底是用这倒平即张树仔来表达的伊是讲一世人我无靠任何的范本我生做一张大树安尼。但是咧，我要讲的是，其实伊伫中间，伊变做一个标准的一个制定者安尼对。中这是伊老爸，就是林木生，伫伊要去日本留学的时阵，送互伊的一首诗，叫要哪读的？桃园在何府，西风做深处，不用问夫人，宴客大花裤。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足水的一首诗嘛提醒我讲，我伫即个中间，我爱用更较有观察力的即态度去看我身边所抄出来任何一个资料安尼，伫即个过程中间，我伫十几年前我十几年前毕业无偌久，我甲美清，以早伫10年前有一个计划，就是做歌阮去到美国去演唱，去演唱的时阵，我伫芝加哥住伫一个 homestay 内底，即个 homestay 风吧，伊看到我讲恁拢唱台语因足欢喜的，因为即个台美人的第二代拢袂晓讲所以阮去甲因开讲，因足欢喜的。开讲的时阵，我发现到伊过身的夫人是林宗义表妹，我要离开的时阵伊就真正要哭出来就讲什么时阵咱才会使回来甲伊做讲台语，甲因即阵人台美人讲台语所以这是我就是查出来一个感想结论咱的语言的使用会受到随时代变化的语境的影响咱即马所捌的精神科医学的、精神医学的内底用的表达甲词汇，无一定有台语的标准，无一定找得到足正确的标准。属伫咱本土的感受、咱的想法，嘛无一定会当用现代的精神语言、医学内底的语言来解说来表达出来。这是叫做一 accountability， 这是当责性的问题。但是咱转去看，咱台湾精神医学的发展时阵的资料，有真侪拢有台语的成分伫内底我即马所研究足侪是疾病叙事叫 illness narrative 内底的问题咱破病，这来着病艰苦欠安的这事实叫 reality 甲这台语使用者的观点，这观点叫 perspectives。甲健康的交通的表达方式有关系，但是无一定是甲咱有用法度用现代的医学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故事我册内底所写的，咱所发展出来这个精神医学的诊断标准，这叫做工具理性、工具的理性伊的确有伊有用的所在，有路用的所在，嘛有的有限性，这是我的结论。感谢。好，咱感谢伊瑞那首来我要来介绍今日对谈人，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李美钦教授李教授伊是日本希多茨巴西大学的博士伊毋但是一位研究台湾文学史的专家伊嘛是一个用台语来创作的作家甲诗人
咱欢迎吕博士。我需要换 PPT 一个。哦。嘿。这边嘿。是嘞，煞互迄个主持人帮我换我的迄个简报。但是我想要先感谢朱毅老师办即个台湾同前挑战的讲座。我想这是一个足有意义的活动。我毋是干那用一个足有意义，这会当表达我感觉伊是真正足有意义。是目前咱咧做足侪种的无共领域的转型正义，甲无共领域的反思。我想这个台湾同前挑战的即个讲座，会当互咱有足侪无共款的对咱即马，就是讲咱请足侪即个研究者来讲因所研究的物件，毋过即个研究的物件，甲咱的现代社会、咱身处的社会，拢有足密切的关联。但是咱可能一般的人无一定会当去理解即个关联啊，而且即个讲座足大的足大的重点就是爱用台语讲啊，所有的研究者伫即个国语教育的中间，大家拢是精英嘛，所以要甲台语讲转来，即件代志其实是足困难的工课啊，足感动伊。咱即摆是最后第2场吼，所以我头前咧听头前的各位老师的报告，其实互我学着真侪啊嘛，足感动。但是要真感谢朱毅老师。第二就是感谢尤雷老师就是精神医学史是伊的专业的研究啊，我家己毋是即个研究啊，伊互我即个功课，虽然我足紧张的因为完全无共领域，但是因为主题甲台语有关系，所以多谢一个老师无弃嫌嘿啊！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文学的研究者，我哋嘛咧烦恼啊，嘛咧思考讲啊，我会使安怎提出可能对大家会使有一寡无一定爱对大家有帮助，就是讲提出一寡互大家会当伫一个老师的演讲内底，啊，伫我等的补充的物件内底，会当得到要安怎甲一个老师头仔讲的，甲咱身躯边的代志会当连结做伙，这是我今仔做对谈人。我想我互家己就是互我即个功课，啊，我嘛互家己一个功课，啊，即个功课较大的就是，这敢会使用较少的，无我的后一。对，啊，我着爱迄个，为着即个舞台吼，我实在是因为足紧张，所以我甲尤雷老师即本册看了。虽然我迄个舞台的时间可能甲10分钟尔吼，毋过真正是看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学习，因为其实即本册读拄啊第2章吼。我想要甲大家小可介绍即本册1分钟就好啊吼。即本册是就是头前即个伊个老师写8档诶，即个群峰即本的英语版吼。即本册就是伊的翻译，最近就是得奖的册，他拄仔吴老师嘛有讲着。但即本册内底包括我才有写着啦吼，所以大家会使，敢会使搁较少的，因为伊是一张简报的，所以是咧，互两位老师，嘿其实一位老师提出足侪反省，包括虽然内底有讲到即个精神流行病学，还是讲精神医学一种的跨国的物件，较会使缩小啦，所以缩小，着互伊变做一张多谢，安尼会使，莫安尼，安尼足恐怖。卖来遮啦安尼就会使啊，好啊，我所以头前1张安尼会使啊吼，好，就是讲我感觉第一个足大的即个启发，就是讲他拄老师讲着，其实即个你若是听演讲听无够开吼，真正会当去买中文版的一本册内底咧，对即个世界主义的观察甲批评，也是讲提出反省，对即个地方的观点，而且毋是干那一个理论式的提出尔，伊是有咱有足侪史料来去论证遮个代志，佮包括头拄仔咧讲到即个全球化甲标准化，明明都拢足侪无共的代志，但是
伫即个世界地个组织内底，足侪物件拢变标准化，安尼咱就无法度看到内底意志的存在吼。我想有位老师提出足好的一寡资讯，互大家。伊毋是足歹读的，因为伊就是外行的人嘛是读有的吼。啊，这翻译嘛翻了足顺的，我感觉足好读的。啊，尤其内底我感觉足有感触的是啥物呢？就是老师有引出迄个中文的名字，迄个逃离啥物？逃离自由，逃离自由。这台语会使讲走闪自由啦，咱咧走闪吼，走闪自由。这本册内底有引用到一句话，我感觉足特别的吼，就是对这个威权主义兴起所发展的特殊社会的心理状态。啊，我想我今仔就要对遮来做一个咱等下回应的连结。就威权主义的迄个兴起所出来的特殊的社会的心理，咱会使安怎思考？虽然咱毋知影，但是咱会使透过今仔的即个演讲，咱会当安怎思考吼？好啊，所以咱等下有个老师他拄仔会讲题，虽然迄个讲的内容拢有伫即内底啦，吼，大部分拢有伫即内底，所以其实咱就是大家当去看册。啊，今仔因为题目是对现在的悲伤歌讲起，啊，其实一个足大的重点就是创伤，吼，创伤，而且毋是真正是毋是干那身体的创伤，也是集体，而且毋是个人的迄个心理的创伤，也是集体，咱规个集体的创伤，吼。就是虽然拢是看起来是个案，其实伊是一个集体的创伤，啊。台湾岛内底吼，咱的集体创伤其实足侪，他拄老师嘛有讲到足侪吼，天灾也是讲地理上的物件，因为就是有地动嘛，但是足侪天灾可能嘛是有人为的日语讲人灾吼，人灾吼。就是迄个嘛是人为的吼，包括头拄仔嘛有讲到，毋是干那台湾的，头拄仔讲到迄个311是天灾无毋对，但是福岛的即个辐射，迄是人为吼，迄个有迄个物件伫内底，啊，佮有那。看对台湾的时阵，台湾伫这100档内底有足侪是要袂现代的物件。咱若要甲伊放伫即个全球吼，甲西方社会比起来，迄个标准化的文明内底，台湾有足侪还袂现代的物件。咱要放伫迄个，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大的思考。啊，佮台湾是几啊届的殖民，啊，迄个殖民内底的创伤吼，啊，佮有迄个对历史的伤害，我感觉其实大家会使对即个方面会当佮较有深刻的思考。啊，老师头拄嘛有讲到迄个记录吼，啊，讲到即个宣教师，也是讲医生对病的介绍甲观察，啊，佮市民者吼，包括学者的迄个统计甲研究，啊，嘛有新闻做的报道。啊，对我来讲，诚做一个甲精神医学史完全无关系的人吼，我的研究就是文学。啊，是台湾文学，啊，而且主要是台语文学内底的物件。啊，头拄老师用到足侪即个包括即个台语的病历啊，吼，包括七里啊，吼，等等啊。啊，我就想讲，会使。若准讲，遮尔头拄仔有一点仔离咱看起来足远的物件，那安尼台湾人写的文学作品反射，咱会使互咱有搁较亲近的感觉。所以我等下有小可的是，我袂讲足久啦，嘿，啊所以尤其头拄仔迄个咧讲迄个创伤的翻译吼，我插题一个，至于311的时阵，311的时阵，我就是伫日本。头拄仔不是有一个标记讲啊，你面对迄个写入小区的时阵，吼，有啥物反应吼？内底有一个反应是闭结。我甲你讲，我311了吼，实在是伫日本闭结10天。哇！啊，今仔听到的说啊，想到即个代志，迄真正是创伤咧。迄只是创伤，伫遐咧张图讲要转来台湾啊，无要转来台湾，啊心内迄个压力足大诶，迄其实是创伤，咧有一点仔插题，甲家己比个代志，甲大家讲真歹势。嘿啊，迄个内底头拄仔有讲到迄个创伤诶镜头嘛吼，原来比个是种镜头，我甲你毋知影嘿。啊，内底有讲到迄个靠梦，迄个送别诶仪式，对咱台湾人来讲，一个特殊诶空间，迄个送别诶仪式，敢有法度互咱气伤？气象解决吼，我感觉反射这嘛是一个会使咱去思考的议题，因为逐个民族的送别吼啊，咱就是足爱靠梦的，咱永存会当安尼啊，迄敢会当是诚做咱中文讲疗愈啦吼，台语可能会当讲气象解决。
头中开无啦，嘿，就是解郁啦吼。好啊，台语的病历，我头仔咧看迄个台语的病历的时阵，其实有一个我想这是会使甲逐个做伙思考吼，就是台语你若是写病历用台语写，用即个人写伊熟悉的语言咧写病历，因为医生拢是用英语，啊无就是无共款的语言咧写你的病历嘛。啊，尤其台湾的较老辈的人，伊就伫厝拢讲台语。啊，你即摆去看医生的时阵，少年的医生还袂晓讲台语的时阵，其实你咧面对即个医生，迄本来的病痛已经就是足艰苦啊！你搁爱毋知影要安怎用破的中文，甲伊讲我心内是安怎，无法度表述。无法度表述的时阵，伊即马佫甲你写你看无的物件，迄可能是一个焦虑吼。所以他拄仔迄个台语病历，可能凡是当互咱思考讲医者甲患者中间的关系甲距离。我想这其实我感觉有个老师的研究是有足侪所在，互咱会当佫去发展思考的吼。啊，佫一项我感觉学到的所在，就是有个老师带咱重新去真看一个咱共同的文化的群体对即个大历史内底所受的创伤即件代志吼。啊，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伊就是嘛是讲问题，凡是等下一个老师会当甲咱补充啦吼，就是。譬如讲林宗义吼，也是讲遮个台湾人，因有参与国际的经验，啊，伊嘛提出一个地方的观点吼，安尼要会当安怎帮助咱面对创伤啦吼，这可能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咱知影遮个代志要安怎面对创伤，凡是会使补充啊。他拄仔音乐老师有讲足侪即资料吼，第一手的资料，他拄仔伊讲着就是即个台湾互相教会讲。台湾互相教会部啊，这是创刊是巴克勒啦，嘿，就是嘿，对巴克勒，头仔敢若是讲着甘伟林吼，对，啊巴克勒啊，这就是即个185年的即个啊，但是我无要讲这吼，我想要讲一项代志，他拄仔有人老师有咧讲着，咱台湾已经足早就是现代医学。吼，有你迄个记录内底，包括日本人的记录，包括宣教师的记录。啊，其实有一本册足珍贵，我想在座这老师可能嘛会知影，无济啦，在座线顶的这老师吼，拢知影戴仁修医师吼，啊，伊1917年就出版用台语的白话字，而且600几页，要到700页哦，嘿，啊，出版这本内底介少会当看到汉字。拢是白话字吼，来外科看护学，啊，看护学本身就是日语啦，其实日语变做台语，所以迄现代的语词吼，伊大部分咱都直接照咧台语啊吼，啊伊是足重要的医生，因为无啥时间，所以我想讲，互大家看一下图就好啊吼。即600几本册内底真可惜啦吼，因为即个物件无搁继续，你若是一个即个社会是所谓较正常的吼，伊毋是一个失眠的即个社会内底，凡是即个语言继续使用，凡是研究者继续发展，啊无来外科看护学，吼伊内底大概4个部分解剖生理学，啊普通看护学、外科、内科的看护学。伊内底无他拄仔有个老师讲的即个精神医学，这是真可惜的代志。但是吼，伊这个册足珍贵的是啥物？咱他拄仔有讲到这迄个足侪你的身躯的物件要安怎讲？吼，可能外口一般咱看会到，你知影要安怎讲？台语要安怎讲？内底吼，迄个足科学甲定义出来的物件，毋知影要安怎讲？这内底拢有。吼啊，所以若准讲，咱是一个较正常发展的社会，反正这早就毋是今仔讲出来，伊早就已经变做资产，而且互咱变做日常咧使用，咧心脏啊吼，你足少看无要紧，因为咱无时间吼。啊，但是我要互逐个读一下迄个看护学的头书，我感觉这是完全头书就是序啦吼，序文。我感觉这完全会当回应，就是他拄仔一个老师在讲到咱咧看迄个病，
吼，伊来后壁有足侪诶，迄个内底咱思考诶所在。我袂念全部念吼，我念几个重要诶代志，互大家听到。这是对林秀医生伊家己写诶书，而且本来是拢全部白话字，咱甲翻做汉的较好看吼。伊讲编办即本册诶目的是要做3顶诶人诶路用，头一顶好是有病诶人，吼有病诶人要互伊安怎，就是较艰苦较轻。第二就是台湾人甲别位会晓读会门腔的人，吼，望因对所读的，就是对内底所读的，因就会当较贤去看顾病人。这是1917年哦，1917年底医师已经想到即件代志啊，要安怎去互因会当去照顾，会当，而且毋是干那台湾人会晓会门腔尔吼，伫福建，就是即个本来台湾话是伫东南亚，差不多是会当，差不多会当某一zan处是通用语吼。除了互家己的病较轻，除了互看护者会当照顾以外，第三项我感觉头拄仔咱嘛有小可。伊有讲到家己较袂去拄着破病，这嘛是一个足现代的观念，就是预防，教大家要安怎预防吼。第三点就是讲外国的宣教师，较拄仔有个老师有咧讲到迄欧诺塞秀、小野西州吼、小亚西州，欧诺塞秀伊写迄个马拉利亚的镜头吼相关的物件。其实这用白话字的物件，伊嘛是为着要互外国的迄个宣教师，因为迄个时阵的宣教师拢是，伊就是一个。工课就是行医宣教，所以因大部分是医生吼，互因看了，因较有法度甲头前2项做了，会当佫较好吼。好后壁这就迄就省略互大家看者。所以讲，其实100多年前，咱已经有咧考虑即个代志。他拄仔咧讲到迄个1935年的即个震灾吼，他拄仔是7厘啊吼。其实咱伫足侪即个台语的文学内底有看，我感觉真可惜是台语的文学无法度互人佫较侪读着吼。即篇是王宗定，而且他拄仔写的吼，大部分可能，比如讲瓜维斯，伊是马街的竞赛嘛，埃诺科干哪？哈？伊是埃诺科，伊毋是埃诺科。什么埃诺科？伊毋是混血。应该毋是，伊是竞赛，伊是台湾人，对，伊台湾人，对。好，但是他拄仔记的一寡例内底有足侪即个他者的观察，应该是讲他者的观察啦。但是这是嘛是本土的宣教师，伊咧写即个震灾记，这有一点啊。你可能恁看无袂要紧，但是我只是要甲大家讲的吼，就是他拄仔迄个震灾，瓜维斯写的迄都是短啊，但是小说内底也是讲散文内底，其实这嘛是挂菜记哦，这嘛是挂菜记。小说内底、散文内底有足侪即种伤，就是迄个创伤的描写，是真正会当描写。你迄个语言若无去，你真正会当去表述家己的。病痛，表示你所看到的物件吼，譬如讲吼，我简单读即段就好啊，就是迄个啥，等一下伊所看到的啦，伊讲吼规砖头，大家拢有死伤者，请无人通带新尸，一时连棺材都无地买，干那用宝的帮来顶做路用，底无死的人，着家己跟因家内的人，也是亲戚去埋葬。有人用火车，载规车去冲山，冲啊补迄个冲山啦吼。一时冲山真闹热，无感觉凄清，所以伤闹热啦。迄个悲伤无法度，悲伤无法度随机感应着。了就有足侪迄个礼拜嘛，吼，个别是个礼拜。好遮吼，伊嘛有讲到迄个日本天皇，伊这写一个文章，佮去感谢天皇，佮来慰问啦吼。遮有一段我读这个了吼，我着后一张吼，伊遮讲吼前就是因为伊写这篇的时阵是已经几工后啊嘛，讲前4月21号的震灾，算是罕得有的大强震。信架中侪人伫拍算，敢是末日啊？
只要是末日吼，迄即个足完全足正确的形容。有人伫田里咧做工，看见土地是碰悬起来，才搁沉落去。我是感觉亲像伫要沉落去的款式，一时有乌暗甲呼号的大声，真是怪现象。我想即段吼，其实伊嘛有咧讲到伊家己迄个谢鲁夏库的创伤，吼，因为是伤奇怪吼。好，这咱先跳过吼。其实我想要最后2分钟讲一个故事，互大家听。这个文章其实收伫我编的这个大家若有趣味啦吼，因为包括台语现代散文选吼，这是去年编出来的，内底也都有足侪外国人写的台语的文章咧记录台湾。我最后几分钟甲我今仔的回应讲了吼，内底有别起个台语的文章吼，头拄仔咧讲迄个头拄仔咧讲到足侪世界性的物件，内底用台语的表现拢有吼。搁即个咱台位的太太连马玉吼，咧看迄个梵地的个青番嘛是用台语写的吼。我想这会使互大家参考。最后我感觉咱头拄仔有咧讲到迄个集体的创伤，我想要讲一个故事，2分钟讲了就好啊吼。头拄仔玉瑞老师咧讲的时阵，一直咧讲吼，毋知影要怎讲，拄着遮大的创伤的时阵，毋知影要怎讲。尤其咧讲到迄个林宗义228了后，伊的病历就改文字啊嘛吼。即件代志，互咱感觉着讲，迄个改文字到底是安怎？是毋敢互人看，还是无爱互看，还是讲回到伊一个搁较想要一点仔严重，还是安怎的？咱毋知影迄个心理状态。而且伊是咧诊断的时阵，伊老爸已经互掠去啊。对，嘿。所以我就想到这篇文章吼，这个小说，伊足短，我用2分钟甲大家讲这个小说。这个小说的作者叫做陈雷，毋是唱歌迄个陈雷，是1960年代台毕业，台医学院毕业的少年人，叫做吴景如，吼，伊是迄个，伊是。你要讲迄条歌？无啦，陈水扁先生因太太叫啥物名？陈淑珍。陈淑珍，吴淑珍，伊是。吴淑珍。对，伊是伊的亲戚，吼，伊住台南。伊出国的时阵，吼，伊毋是乌名单，伊嘛毋是，伊就是要去出国，伊台毕业，伊就是要出国，而且伊是研究免疫学的免疫学。伊出国的时阵，我去访问伊的时阵，伊讲到一件代志，吼。伊讲，伊要出国的时阵，因为伊是见证228的人，伊是见证战后白色恐怖的一个少年人。伊甲迄外省人讲来台大去美国，迄完全无共。嘛甲本省人，譬如讲另外一个乌名单的作家吴明祥，伊是出嚟就想要转来贡献台湾，伊毋是，伊就是想要出去，因为心内底物件伤济啊，迄个创伤伤济啊，伊所见证的物件伤济啊。所以伊写足侪小说，吼，伊足久嘛无转来台湾，较老的时阵较有转来台湾。头拄仔玉瑞老师咧讲这个代志的时阵，我想到伊一篇小说，就是《The Unspeakable》。伊后壁即个小说吼，敢若几页尔吼，伊后壁咧写讲，伊毋知影要安怎用甲伊翻做台语，就是袂使讲，还是袂晓讲，吼。所以伊就用即个词吼，伊这写啥吼？我小可简单快速讲一下就好啊。一个囡仔12岁，因爸爸有哮牛喘病，伊若是举起来足重的时阵，伊爱去找一个医生，伊爱走半点钟的迄个去找迄个医生吼，叫单印吼。即个囡仔12岁尔，伊会使行大路去街啊，毋过伊无行大路。因为爸爸要带起来吼，所以伊走一条甘蔗园的路，迄个甘蔗园的路已经有足侪几啊个，伊毋敢去，但是伊嘛去。结果伊看到啥呢？2个兵仔咧枪杀一个人，伊就咪伫边仔看，迄个手电仔照落，就是迄个枪杀的兵仔，甲迄个伊枪杀的人手电仔照落的时阵，伊惊着，因为就是伊要去找的单印先生，就是迄个医生。
伊就紧，伊就毋敢讲话，伊真正是缩去吼。伊内底其实即个小说内底有咧形容伊伫迄个时阵缩去的所有的感觉。伊即马就紧要去找神师娘，甲讲，但是神师去互枪杀，但是伊去找的时阵。神师娘因兜的门拢关起来吼，伊就转去，甲因妈妈讲，伊甲因妈妈讲，等阵神师我看到伊去互枪杀，因妈妈干那甲伊讲，袂使讲，袂使讲，你袂使讲，你爱甲我手抓，袂使讲吼，袂使讲对一个囡仔人来讲，迄是足大的创伤。伊就听伊妈妈听讲，啥物人乌白讲的时阵，都是互掠去抓。伫即个小说内底，所以伊到大汉的时阵，迄个创伤犹搁伫咧。但是即个小说好看的所在，阁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伊大汉的时阵，伊感觉伊迄个创伤抵袂掉伊一定爱去。因妈妈已经过身了，伊无法度去问因妈妈讲，到底迄个是发生啥物代志？伊家己去甲迄个神师娘，伊讲伊家己感觉食多食久着。食多是啥物？伊感觉伊心内迄个创伤是变做是多，伊无讲出来是多，所以伊要去甲迄个神师娘讲，我看着。结果神师娘听伊迄个描述的时阵，迄个身躯像你头讲的，身躯插去，规个身躯若插头共款。但是神师娘甲伊搁带去墓地，甲讲待伫遮。是安怎神师娘知影待伫遮呢？因为伊妈妈迄个时阵，伊细汉的时阵看到伊妈妈叫伊袂使讲的时阵，伊妈妈已经代替伊去甲神师娘讲，所以伫迄个甘蔗园庆杀足侪人，但是至少单一名医师，伊会使有一个，伊会使伊起一个无共的名，去带起来，所以因妈妈因迄个神师娘足感谢伊，但是伊规个崩溃，因为伊总算迄个心头 unspeakable 即个代志对伊的创伤，伊总算有一个讨棒。嘿，但类全部咧写这阿春无做内底全部咧写这，你头仔讲的迄个太保甲迄个流氓，我较想着讲伊咧写的迄个《相思宝记》底篇内底迄个竹鸡甲狗食人，人食狗的故事。即个物件吼，所以头仔你讲的物件，我伫足侪单位的小说拢会当看到迄个创伤的描写。台语小说有特别做即款的物件是安怎？因为有几位作家想要用迄个时阵的语言来自我疗愈，嘛对自我解郁，嘛会当搁甲即个集体，希望会当用即个语言替即个集体表述解郁。嘿，所以最后我无要搁讲吼，这是我想讲会使透过遮个物件，他拄迄个叶瑞老师吼咧讲的物件，咱的戴林秀咧讲的避班即个世界主义观点吼，咱敢会当发展家己的诊断系统？其实咱有足侪的人文的史料吼，拢会当帮咱有一个迄个辅助过来就是。我想毋若精神医学史吼，就是讲今仔日叶瑞老师的报告，佮包括当前的调整即个系列的报告，拢会当提供咱足侪跨领域无共款专业内底，若对台语正做一个重新的出发，伊若是地方的思考，伊阁是一个愈在地的思考，去看煞来咱面对的挑战。这是我今仔的回应，多谢。感谢美清吼，请李瑞做一点简单的回应。感谢吼，我感觉美清老师的分享，就是对我我今仔日讲的是真好的一个回应。医学做袂到的，其实咱对文学内底去找，可能找会到吼。医学无法度表达的，是对我来讲，就是咧写。不管是咧写英文，即本册，甲是翻做中文的时阵，迄翻译拢无法度，做一表达都无法度翻个足正确的、足精准的安尼，迄就是一个趋近 approximation 的过程吼。但是这所有的这个世界标准，毋是标准就是这所有的语言拢无法度真正看到一个物件足精准去形容这个物件，咱爱找方式来代替，吼。所以我感觉讲咱两个人今仔日的配合是真正，就是
真正小说内底真正就是有法度写出即个物件吼，那医学即嘛做袂到嘿。啊，过来就是像228的创伤，白色恐怖的创伤。林宗义本身伊倒来做公益运动的时阵吼，伊就无准备要用医学的即个方式来解决吼。啊，即马咱会看会到，咱其实伫中研究院民族所嘛有老师，啊嘛有个社会学家，啊个有精神医学家，即马面对咱台湾的白色恐怖造成的创伤，即个变做一个跨学科的合作。吼，以早咱无即个代志，我倒来到台湾真欢喜，看到出侪人即马咧做即个这毋也是转型正义的问题吼，就是其实是对咱台湾诶精神医学做袂到的所在，做一个真好的回应啦。咱感谢两位教授吼，今日的演讲其实真精彩吼。到头来吼，精神医学是一个照顾人的情绪的医学啦。那人的情绪吼，甲创伤吼，甲伊使用的语言吼，是无法度分开的吼。所以你真诶，像吴老师今日讲的吼，你要了解台湾的精神医学史，要了解过去的创伤吼，咱一定爱北台理来使吼。好，感谢大家参加，谢谢。感谢吴教授。